续来看南投有一间国中的校长，甲学生讲会考若考50这款的成绩，都亲像是笨蛋饭桶所考的分数，这互学生真受伤，转去甲家长斗。家长嘛真生气，认为这毋是鼓励方式，所以小招到县政府由北部调来抗议。校长是买回讲，伊是希望学生会当考更较好咧，未来讲话会更加小心。南投一间国中的家长会长含真侪家长，伫咧官府头前有北部调抗议，学校的校长甲学生讲话不得不弃。他说他要鼓励我们，难道要用笨蛋2个字来鼓励我们吗？讲说如果考4个 C， 学生是笨蛋，那5个 C 也是笨蛋。那在一个公众的场合讲这种话，对吗？家长气的就是学生校长，某一天开早会时，伫咧司令台讲出这段话。因为我们的不是笨蛋，你不能只有考出来那个像笨蛋的一个分数。校长伫早会对全校的师生讲，会考考50成绩，就亲像公大考的分数。学生啊听到有够艰苦嘛，真受伤。回去到厝讲互爸爸妈妈听，爸爸妈妈嘛认为校长讲考50分数，就亲像公大，感觉真无妥当，就和家长会长同齐到县府送订正书来检举校长。真的很抱歉，就是跟孩子聊天的状态下，因为绝对不会是公开的啦。那我说实在的，我已经忘记了说。有讲类似这个东西，接着我会更谨言慎行。扣多岁校长无承认伫咧公开场合讲考50就亲像公大分数，佫会和家长联络厘清解释。若家长已经投诉教育处，教育处讲咱讲话袂当甲囡仔假，学生考好考歹爱加紧鼓励，希望立案调查处理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